亞灣烏咪富士河口湖度假村。經過酒店大堂，裡面係有16棟圍繞住泳池而建嘅建築物，裡面分別有4種唔同類型嘅住房體驗，有室內面積達到95平方米嘅套房別墅。酒店內園可外望富士山山景。另外仲有80平方米寬敞私人狗狗跑道嘅狗狗別墅。如果你鍾意享受戶外氛圍，呢度仲有圓頂帳篷同埋私人小屋。每間私人小屋都享有獨立桑拿房同埋戶外水浴。我哋今日入住嘅係套房別墅。經過玄關，進入別墅嘅客廳。客廳隔離嘅榻榻米最多可以容納2到3人。客廳外望露台及戶外用餐區。露台配備有煤氣燒烤爐。玻璃門亦可以打開，可以連接外望嘅景色。
廚房配備有各式嘅爐具以及所有嘅餐具，一應俱全。客廳嘅另一邊可以通往室內風呂。睡床非常寬敞，可以瞓到2到3個人。室內風呂嘅另一邊可以通往浴室及桑拿房。室外客廳係一個公眾嘅空間，可以俾你同其他住客一齊喺度交流。酒店有提供燒烤晚餐，你亦可以選擇行到距離酒店步行3分鐘路程嘅超級市場購買你所需要嘅食材。由於呢度係山梨縣釀酒廠實多亞直營嘅度假村，所以呢度嘅紅酒白酒都係任飲嘅。
最後，千祈唔好錯過位於度假村旁邊專為住客而設嘅觀景台啊！呢度只係距離富士山羅神打卡店一街之隔。最後，如果你都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啊！多謝你，拜拜。